请收看台视新8点档《梦乡》。锁匙我甲你放遮。春娇啊，你是毋是还阁毋肯原谅阿梅啊？若准我换做是你，你敢会原谅伊？若是你上好的朋友，你上信任的朋友，抢走你上爱的人，你敢会原谅伊？虽然我无外巧，啊，毋过无趁像你遐尔戆啦。你就讲你讲啊，你就口口讲口开口好。对，来，讲我啦，你说好啦，好啦，好。迄阵啊，春娇啊，拄则迄个人什么人啊？一个共乡的朋友啊。哦，共乡的朋友，啊是讲参你共乡嘛，参我共乡的，啊我来卖啊。恁遮尔久无转去，当然嘛毋捌。你安尼讲嘛有影啊？你若是讲唔过，真正会互我看水尾。迄是我的福气，你知影？你无路用的查甫人啊你！春娇啊，人咧讲吼，在家靠父母，啊厝外靠朋友，你讲对无？嗯。咱讲实嘞啦，你迄个兄哥哦，跳角，千万唔通我靠，啊若无稳死的。所以讲吼，咱若是有好朋友，就应该好好把握，你讲对无？对啊。啊，嫂伫咧讲啥，你拢听有啦吼。哦，安尼我就较放心啊啦。春娇啊，我甲你讲，阿嫂最近哦，有熟识一个朋友啦，人品袂歹，啊，毋过字运无好，犯太岁啦，运道比你搁较歹呢。真是啊？当然嘛是真实啊！你若是毋相信哦，你叫你阿兄甲你讲。阿兄，你嘛捌伊哦？来，啊，都煞唔知影吼，伊是互一寡小人吼，啊，逼甲走投无路啦，啊，连家己的厝都无法度通转去，毋则孤不二种，放翁放囝来甲台北找朋友，啊，结果哦，迄个朋友煞唔插伊啦，啊，连皮包都煞叫整了啊整去，煞落去更较严重哦，手反动严重，即马倒咧病院，无人通照顾啦。是啦。
我甲算算的吼，煞比你较食咱呢。阿妹到底咧朋友？哎呦，春潮啊，你真正足巧的呢，讲头就知尾啦。阿妹哦，即马倒伫咧病院，你去甲看一下好无？春潮啊，我会讲啦，这阿妹哦，伊真正无亲像歹人啦。啊，而且恁两个哦，阁是自细汉斗阵大汉啊，感情哦比亲姊妹啊阁较好啊。哎，别个莫讲啦，就讲你这个兄哥啦，伊绝对无比阿妹对你阁较好啦。你是安怎无爱甲伊好好啦？安尼伫咧异乡哦，嘛会当互相照顾啊。吼。哦嘿啦，春潮啊，他代志嫁就嫁去了啊吼。阿妹啊嘛有甲你保证讲，田无村啊绝对无遐个孤蛇逼落543的代志，对不对？啊，无村啊吼，他就嫁先去啊。阿妹佫甘愿来找你，四处为你设想，唔茫讲你看会当当去大人做少奶奶袂，对不对？人伊安尼就证明讲哦，一定看中你这个好朋友，对不？听遐可凭一个啦，嫁了先煞了代，莫佫甲伊斤斤计较啦。你讲我甲伊斤斤计较？为什么你大家都袂晓徛伫我内场替我想看嘛？为什么你大家拢叫我原谅你？敢讲你大家拢认为我唔对？我一直受的害，食的苦，为什么你拢无看到？春娇啊，春娇啊！伊是安怎要讲恁大家啊？咱两个人就算恁大家哦。应该无算咧。是安怎伊要讲恁大家咧？我要来知。唔是我爱讲啦，你这个春潮哦，真正是腹肠伤下啦。历史间哦，鸡仔肠、鸟仔肚安尼一粒仔囝啦，太高巧分啊啦！超时代女性，你嘛唔通安尼讲着话安尼三脚老翘安尼遐咸，你嘛着代念讲，伊是我的亲小妹男。我是就事论事啊。就你一箍肩啦，我问你，你拄则是安怎笑伊我才来哈？我笑你啥物？我笑你啥物？笑你啥物？你讲啊！你讲钱，你讲钱。啊！你就只毋是讲我扣工啊，讲我袂靠你，讲阿妹啊对伊较好，我对伊较歹，这敢真正会听字？我讲的是事实啊！啊，你无听春潮，伊嘛无反对啊！啊你煞比我较大声，我甲你讲，我搁一摆机会互你，假回事咧，啊若无你咪真正提出男主人的欺骗。哦，进啦进啦，进啦，你咪真正有影。安怎？这人的头路真正艰苦，一个月才赚有几千块。也着饲某囝，也着学纳厝租，若是伊辛苦拼命，卡死无法度。头家啊，喂，加省淡薄啊！小妹，哈，大条件的时大哦，你小涂较真认真了。啊无哪有法度啦？啊若无扣袂着，你着要甲扣薪水。嘿嘿嘿，你免介啦，我煞唔知你教恁某教袂行啊！啊，若要教某吼，3档5档，若要学，搁一定会学啦。正经的，你若无甲恁爸学，你刚刚就袂出师。啊，头家啊，我知影你的意思，你的意思就是讲哦，成子牙灶，成囝不好，成某操劳，成查某囝就落人家口，做人袂成，你对不对？无唔对，你唔通看我平时对阮某敢若真客气。其实啦，哈哈，恁无伫的时阵啊，甲恁爸一支长一支短，恁爸目睭呢一个，提皮煞袂输叫鬼拍。我嘛真正有这个感觉，你普通时吼遐温润的，我感受袂到。头家，啊你安尼敢会受伤哟？什么凶？迄是阮某好运呢，嫁了我这个好翁呢，对伊伤好，煞甲恁爸乌白来咧。算在，啊，都久无站，皮咧上点。无唔对，佫无恁爸甲赞，袂记得恁爸鞋啊穿几号？我敢袂记哩，我永远都袂记得吼，你穿8号半。八号就食人的头路，真正艰苦。我，今仔日咧涂骹学做事，要讲一遍啊，讲完听看卖啊。即摆人来倒地遐来涂骹学做事。你应该等下困看卖啊。谢谢，多谢老医师宣布讲，你生日起来做好事。
知影？迄个老妖怪吼，一听到这个代志了吼，迄个面足好笑的，敢若迄炸大伫要爆炸，啊念咪红念咪青，念咪红念咪青，足精彩，爽快。小姐，你想哪？刚刚你无愿意哦？啊，你本来来病院就是要做护士的啊。无啦，老医师之前有甲我讲过，但是迄阵我都还袂答应伊。啊，伊即马都宣布来哦。哎哟，老医师以后咧做代志拢照过来啊。啊，既然学姐你无答应，啊，因为我宣布就宣布。是讲嘛袂要紧的，插插伊啊，非得这是好代志啊。以后有学姐你伫的吼，我就免遐歹命。啊，搁再讲，学姐吼，你有没有会当甲你所学拢表现出来啊？对无？以后请多多指教。病房有啥物代志先？即摆病房无代志，我是来师。我这个人一直拢是为什么话就讲出来，希望你唔通见怪。你讲啊？病院有病院的规矩，我相信老医师比我搁较清楚，这点唔免我甲你提醒。护士长，你有啥物话做你讲？要请护士是我的职务甲责任，是安怎你无甲我参详，你就决定要用无用袂？歹势，以后这点我会注意。这毋是歹势唔歹势的问题，问题是吴用梅，伊根本无法度提出伊的学历证明啊！敢若病院甲伊讲，伊有偌侪年的护理经验，我哪会用去随便相信伊的话呢？医护工课是救人救命的工课呢？啊，你用一个毋知为倒位来的人，对阮病院来讲，是真冒险的代志啊！老医师，这件代志，我绝对唔同意。你是凭啥物唔懂？我已经讲过，伊根本无法度提出伊的学历证明啊！若关系这点，我本人会当替伊做证，就凭伊判断科沙奇病毒的专业知识，买当证明啊！迄可能敢若是拄好。护士长，我实在是有拢无呢。你是哪要为着一张毕业证书，处处咧刁难伊呢？你爱知影咧，王阳梅的老爸是一个医生，厝里开诊所，我相信伊的经验甲专业知识绝对无比你较差。科沙奇病毒的代志，你家己真清楚伫个。我并无怪你，你不但无好好家己检讨，倒咧来为难伊，你咧做敢对？还阁有啦，吴玉梅的手吼受伤伫个，你明明知影伊的空喙已经发炎嘛，你无要叫伊好好休困，互伊的伤来恶化，你做护士长的人安尼做敢对？这件代志我会用说明。你是要说明啥？你是要说明讲你是安那刻薄的，安那对待伊的？我干的是尽我家己的本分，我要维护病院医疗品质。好啊，你莫拢辩解。你也知影咧，咱王玉梅吼，处处拢咧为你设想啦。伊日咧替你讲好话吼，口口讲无论安怎就袂使对你生气。人安尼对待你，你煞用这款态度对待人，你来敢对？好啊，你莫咧讲啊！我知影你做代志吼真认真，真负责任啦。什么代志吼，拢为着咱病院好啦。也毋过人情世事，咱嘛爱小顾一下啊。护士长，我即摆讲的话，我希望你听会入去。好好想清楚，以后好好改进。侥幸失德哦！啊，世间哪有这样啊歹命的查某人？啊，我唔知影讲哦，用梅佫教一个囡仔，你敢知？是啊，我昨哦唔知影陪伊流偌济目屎呢。啊，他讲我这村长啊嘛无意思，啊，我咧当着咧手来拍，啊，拢讲家己话，害咱咧逐个拢误会玉梅啊！啊，像迄个玉梅啊啦，啊钱吼去互捡了啊捡去，啊，佫身躯佫无钱，啊，我佫唔知影，佫甲赶出去呢，害伊安尼凄惨落魄，啊，这村长啊是害我安尼啥物啊？陶月玲啊，其实哦，这嘛袂用讲完全拢怪阮村长啊，对。我相信哦，你是甲我印象，我相信一定有苦衷的啦。啊，亲像伊安尼哦，啊玉梅啊，遮歹命，啊受遮济苦，
迄若要讲换准我哦，伊是讲害我看我，啊若无我吼，绝对甲跳楼去哦，去自杀死死甲开我。嘿，你开讲哦，啊？水果，你是安怎？算甲你欺负哟？阿闪啦，阿雄，你欺负头家娘哦？我敢会好打，我就毋是鸟哥，狗刁命。哎呦，水果，你嘛莫安尼吼，迄面安尼球做一球，足歹看的了。你到底是安怎？你安尼哭，安看着唔甘了。你也唔甘，莫搁再甲假啊，假敢若有影。头家啊，无代志啦，头家娘是为着阿梅啦。阿梅哦，又搁是迄个查某，我就知迄个查某有问题哦。即摆人咧倒，恁别来甲教训。无，你是甲歹势，你是有啥物问题？啥物问题？你讲啊？哎呦，水某，我是替你呢，我是为你出气的呢。你为我啥物话过？啊你也无听头啊，无听尾，你是咧讲啥物话？我是咧讲吼，玉梅这个查某真可处，安尼真甘心，伊咧为着吼，安尼救这雅云一条性命吼，安尼真无简单，啊，搁互安尼伫咧苦毒，安尼是安怎？啊，就咧可怜啊！你讲要甲教训啥物意思？无你是捌教训啥物意思啊？你是毋捌教训对象啊？水某的，我是看你有气甲哭的呢。头家啊，抱唔对啊啦！头家娘哦，是因为阿梅的故事感动伫咧哭啦，啊，甲平常时哦，互你去甲哭，迄无共款呢，你拢看袂出来。好彩哦，恁两个是翁仔某，你头家，你真正目睭叫喇叭大呢，目睭花花，不我看到头家，安尼得个斗菜单乌白豆。你是咧笑啥？你是咧笑啥？什么代志我都傻无，你唔爱甲我讲，你甲咱笑。吼，三无，我甲你讲，即嘛就是安尼啦，啊，就算阿妹啊，真可怜啦，咱过去吼，拢真甲误解啦，代志就是安尼啦。吼，啊，我虽然真巧，你讲这个故安尼无头无尾，我嘛听无啦。阿海啊，村长啊，是毋是阿妹来啊？毋是啦，我是来甲恁换滚水罐甲面巾的啦。就是阿妹来啊，我欢喜。我生目睭无看过啊，参像你遮尔啊痴情的查甫人。阿妹是阮某，我对伊痴情，敢有啥物唔对啦？嘛无人讲你毋对啊，只是无论你对阿梅是偌尔啊痴情，咱阿梅嘛毋知。当我若找到阿妹的时阵哦，阿妹就会了解我对偌痴情。你遮爱阿梅，你会晓食醋无？拄着迄款代志，食醋是难免的嘛。但是我相信阿妹甲毛顺大哥，因两个人一定是亲密。只要我家己莫去乌白乱想，安尼我家己嘛会较好过。食醋就表示你对阿梅是真正的爱情。啊，毋过啊，阿梅根本就无爱你。你若知影伊无咧爱我，伊敢有甲你讲过？你详细想看，若准讲伊真正伫咧爱你，伊哪有可能遐尔大方，将你让阿扣啦？这就表示伊对你根本就无爱情。我讲这话，毋是要破坏你甲阿梅的感情，只是我看你对阿梅这尔痴情，实在是不忍心看你互伊欺骗去。你哪会当安尼讲啊？我甲阿妹已经阿某遐侪年啊，我比你搁较了解伊。阿妹是绝对袂甲我骗的啦。你莫我家己骗家己啊啦！就算讲你比我搁较了解阿梅，啊，毋过你根本就无了解爱情。爱情是自私，就亲像你爱阿梅共款，你是绝对无可能稳住伊心内底搁有别人，敢毋是？阿梅若是愈大方，愈袂食醋，这就表示伊心内底根本就无你的存在。毋是啦，阿妹绝对毋是款人啦，你哪会使安尼讲啦？你遮尔大声要创啥啦？你愈大声，就表示你心虚啊，敢毋是？真是的，我毋是条讲要遐大声，我也毋是心虚，只是你安尼讲阿妹，我心内当然嘛会无爽快嘛。
的心情我会当了解，啊，毋过你真是爱想一下，阿妹敢有爱你，就亲像你爱伊遐尔啊爱你。若准讲阿妹真正有伫咧爱你，你伫咧遮等一世人嘛是价值的。若是无爱你，就算讲你伫咧遮加等1分钟，迄拢是浪费的。就算讲你等着伊的人，嘛等袂着伊的心。绝对不是。为你袂吃袂困，心思拜头白，一生只爱你一个。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来，拔较大，好，拔5条，好5条，来，5条，比大，好，18啦，18，哈哈，走5条，好，拗落，好，来，那无事啦，好，嘿，后落我手机转来顺，啊，你18前比之后，无听人讲，18我算专门科的特工啦，你看在，来，18啦，4点，我手机就顺，你甲4点，这就衰一点啦，好啦，换你啦，那有一点，我这笔记嘛，我一定，是笔记啊，啦，哎呦10条，10条，高嘞，来，好啊，10条好啊，卖伊啊，甲我喊一摆，好，证明，好，4点，连4点都赢，好，喂，我跟你讲，10条，行7条就要挣3条，我好惊嘞。2条阮头家是好顺头家，好，来后尾，秘鲁听来，哦，来，多谢，这个大盘嘞，哦，是，今日阮两个朋友来，阮头家要相中一下，来，哈哈，转，好，来，哎呀，我跟你讲，食饱尽量食，烧酒互你啉汤海，烧酒咱才有做，来我敬你，好打，啊，秘鲁啉大爽，心凉鼻土风，哎，阿伟啊。打你的卤菜嘛较紧的，敢若去几架豆干哈。谢啦，水来啦吼，欢迎啦。上你若变去，你说明头去家己一个人，也无人斗相共生，这较慢来卖急啦。按某咧，按某来无做斗相啊？你唔知哦？唔知。因某去介入一个少年啊，对人走偷客兄啦。啊？偷客兄？哦，那我看这动作对。按某一日要惊高，我人肥啊，爱偷客兄。吼，这款的查某人哦，真正袂堪要去。嘿，若要我哦，家己也倒来涨到人面上去。好，好啊。总讲一句，查甫人身体爱强，身体若虚无够力，无对人走。所以讲吼，查甫人身体爱顾，对，靠中度对唔对？对，那你就爱注意啊。无啦，来，我敬你啊，我敬，来，你无烧酒啊？哎呀，那唔是我爱讲你，你打你烧酒唔通家一个啉，家一个啉真正会带来伤。该烧酒唔则吊讲安尼，等我啉烧酒，我逐摆嘛招人，对，来，我招你，咱就打，我打。赞，就讲，哎呀，你啥物来台北啊？你若毋捌听你讲啊是啊？我是来找人的。找人哦，安尼你找我就对了。假算我的官规，我天天我甲你斗相共，你要找啥？找朋友啦。找朋友哦。哎呀，你算阮小妹好朋友，就敢若我的好朋友咧。找人的代志委任我听你来。我敬你，对啦，祝你吼较早找到你的朋友，来，哭一，嘿嘿。多谢。啉烧酒你加快，你拢别人红讲互我咧吐我啊！你睇者。
啉，会使啉，敢会搁行？哦，你的脚大肌来甲缀一下。我咧讲，若啉烧酒，毋是我咧操蛋。讲话叫我。我现在要创啥啦？哪有啦？世界里无看板，无档头，一丝安尼都水茫茫哈。安尼也要出来？你卖你讲你啥？拢是你咧歹鬼带头。你安尼共带人安啉，甲你嘎水甲这个型的，你是你看到你赔了酒哩。啊，只要叫小孩要出来，甲人拼酒，要炸你啦！叔叔唔知啦，哎呀，无但是啉得济酒会创啥？无啦，唔是。来等困啊！哎，对，我有代志问你者。哎，孙奶娘，是来大包要找什么人啊？我安尼伊甲问，伊佫都拢唔讲你咧，叫我甲斗相共，我要安怎找人？伊去要找啥人啊？无啦，莫问这等去困啊！无啦，要来等。你也差不多啦，行啦，等下困啦。你看到你就知死，我甲你讲，行啦。过来啉酒。你去死啦你，行啦。过来拼，睡哩哦，啊那遐好困啊呢，我是讲要甲伊算一个，讲安尼，来，啊，你若伫咧困，你甲我斗看者。哦，迄无问题，好，哎呦，啊困到呢，啊睡哩哦嘿，哎呦，来，你睡哩哦嘿，哎呦，哪文呐，哪安尼困到安尼啦，啊少年爸才要甲你算一个尔，讲你安尼困到安尼，啊，好，你困，啊困好好啊，哪文呢，啊起来再甲你算嘿，啊食古水呢，嘿，真正是雅文呢，雅文啊，你捌你啊？啊，我著用高粱啊。你用高粱？啊，哇，原来安尼啊古水呢。嗨啊，啊起来啊，嗨，食去早顿未？袂啊。哇，早就甲你买好啊啦。啊，来，歹势啦。爱酒请啊未？请啊。看雅芬，敢是内心啊？哎呦，我两早餐无饭啊，我是我想要起痟啊。我会记得以前，搁伫咧恁家时阵，我甲阿母啦，搁有三个囡仔，实在有够无用的。嘿啊，我足希望吼，会使转来去当阵安尼。我嘛足希望讲，尾后这代志都毋捌发生。迄个时阵，我感觉我是全世界上幸福的查某人，有一个听话的翁，啊，搁有一个熟的大家，啊，搁有两个遐尔啊健康的囡仔。啊，不过上尾啊，一切拢改变了。阿海，你敢知影？这一切改变，都是对我发现着阿妹甲无出两个人的秘密迄天开始，就是对迄天开始，我的囝失去着健康，我失去着我的翁婿，上尾，连大家对我的疼惜嘛失去了。阿海，阿妹是你的某。你要等伊，你要继续爱，迄拢是你的代志。啊，毋过你千万毋通叫我爱原谅伊，因为这是永远拢无可能的代志。阿海，我
知影你做想囡仔，嘛想阿妹，毋过你也想清楚，你若是继续等落去，你看袂到你的囡仔，你何必遮尔辛苦呢？阿海，转去啦。好啦，我答应你，你相信我。阿妹若是来，我一定马上甲你通知。安尼时你就看会到囡仔，嘛免开冤枉钱带女性，对无？阿海，转去，你会想日生，日生嘛会想你，等你看袂见，好无？为你月车袂困，心思摆头白。一心只爱你一个。甘愿牺牲一切。你大海的是哪份啊？因乌场，这是咱我看两个煞亲戚关系。会老的，老的，我跟你讲话，我煞较等的啦。莫看，讲你平大海是哪份啊？因高场呢？啊，村长也无甲咱讲。哈？平大海是哪份因高场？啊，啥人是阿哥啊？因阿哥，哪份啊？因阿哥就是杨梅啊。嘿，啊，照你讲，啊，平大海毋就杨梅翁？对啦。吼，啊，平大海要找的人毋就杨梅啊？有可能。啊，莫怪啦，我昨暝甲伊食宵夜啉烧酒吼，啊，平大海一个面青顺顺，袂输因某对人走。对，我来甲问哦清楚就知。来。我听人这个村长啊，甲阿海斗阵啊咧。吼，有影吼，啊，要安怎？要安怎？你来遐讲啦！啊，新郎前伫柜台，咱来看就知影，就一目了然啊。哎呦，哎呦，有影哦，五玉梅。哎呦，啊，这边来的呢？别嘞。哎，安怎？你这边做啥？啊？我来问村长啊，是安怎要暗格？拜托的，拜托的。你读下家婆啦，迄无咱的代志，人迄是外人，你插到安尼济，你实在有够家婆你。吼，照你的意思，莫插票。是安尼啦，我的意思是讲吼，村长啊，伊无甲咱讲吼，一定是有啥物原因伫的啦。啊，无安尼啦，你去找青啊啦，啊，较找阿雄啊来。啊，上啊，甲因吼是算讲伊的兄哥咧，安尼咱要讲的嘛较方便。啊，咱来去找玉梅啊，啊，叫因安尼规家口啊见一下面啊团圆一下，啊，看两个中间，看是倒遐有咧压路，还是倒遐咧唔对重，啊，大家讲笑笑唔着好势啊。错动，我的意思甲你共款。你食到顺话尾，行啦，快去啦。行。250啦，拍青我坐了后，算280就好。哦，我来走啊。阿海啊。我伫咧遮个代志，你转去唔通甲别人讲。你是惊先生会知影，同仔分带转去啊？你知影就好啊。阿海啊，我2个囝已经失去一个啊，你唔通害我阁失去阿虎啊？我知啦，啊，毋过村长，啊阿妹若来，你一定要甲我通知哦，我着马上赶过来吼。我知啦。一定哦，拜托你吼。我走。你顺行。阿海啊，真心的，我会安尼做，嘛是为着你好啊。家里边，小妹，啊，免去，倒，你人无咧爽快，来倒，啊，有较舒适无？有啦。哎呦，啊，你的代志吼，阿青啊拢甲我讲啦，哎，阮大家吼拢吼替你咧想咧，你安尼足唔值的哦。多谢大家甲我关心。袂啦，哎呦，小妹啊，我甲问你一下吼，啊，恁翁是毋是咧讨海？是啊。啊，姓啥哈？
死平大海，大家拢叫伊阿海啊。啊，这是伊哦。啊，毋着安尼生做人落落啊，啊人袂歹，啊头前不祥尿尿，啊看人语像迄个。你哪知影？哪毋知？伊怎倒伫我遐，我就是专工吼要接你来甲伊见面的啦。到伫你遐？嘿啊。人啦，透早透早，点去？啥物人啦？头家啊，啥物代志啦？阿雄，内底啦？代志大条，起床，起来。啥物代志啊？啥物代志啊？阿雄，对啊，我啦，咱袂输死到将无是啥物代志大条啦，搁安尼大条啊，你人打我就免我你咧哈。这种代志无你袂用的啦，但是啥物代志无我袂用你啦，你当时看啊遐有气哈。哎呦，你爱去关心啦，阿海因某是阿梅啦。啊？阿海因某是阿梅？嘿啦，好啦，无你搁困啦，哎呦，搁困就不要紧，起！你还没换衫啦？哎呦，换衫，较紧啦，哎呦。都困的嘛有声，快！这只5块，迄只2块落啊！干的啦哦！出场啊！啊海咧，伫房间里啦。你走啊啦，你来讲啊啦。无，有见面无？无啊，讲走啊呢。走啊！那遐拄啊好，啊咱才要找伊呢，伊就先走。想要叫伊走的啦。啊！伊搁问我讲，敢有看到阿梅？我甲伊讲我无看过。为你袂醒袂困，一生只爱你一个。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伊搁问我讲，敢有看到阿梅？我甲伊讲我无看过。春条，你哪边安尼做呢？我会安尼做，嘛是为了阿海也好。阿海嘛算讲是我的好朋友，你已经伤我有够深啊！我无希望你会伤着阿海。春条，阿海也是我的翁婿，我保护伊都袂赴，我哪有可能去伤害伊呢？你莫搁假，你就是安尼，假善假达，假参像足可怜共款，通互每一个人拢去关心你，去为你。你会安尼，我会当了解。这拢是因为你细汉就无爸无母，无人教是所造成的。春条啊，咱唔通讲这款话啦，安尼伤咸啦。阿兄，你甲拍伊无几工，你就替伊伫咧讲话。阿妹，你实在是有够厉害的。哎呀，唔是安尼啦，你阿兄，你拜伊较久还是我拜伊较久？伊为了要生存落去，伊走黑暗看人目睭。伊为了要保护家己，想要我大个代志都做会出来。伊外表假啊真善良，啊，毋过伊心肝底一直用心计较，要来利用别人。就是因为安尼，无剩才会怪气。为着阿母，会当放下阿母，会当放下我无阿囝。阿兄，你着爱详细看下清楚伊的证明无？若无吼，连你都会怪气啊！哎呀，等你是咧讲啥啦？你安尼我哪是要变这个下啦？小公莫安尼吧。啊！我就知啊，你的心都挖过迄边去啊啦。阿妹，我毋捌有啥物梦想，啊，毋过我这世人唯一的梦想是你好我的啊！我介意你阿兄，你是头一个知影。我毋敢相信，嘛毋敢高攀，都是你甲我讲的，嘛是叫我爱把握，你敢搁会记的？啊，毋过你哪会骗我？当我叫你阿兄了，我才发现你甲你阿兄毋敢是嫌我的感情，啊，搁爱情，你哪会来骗我？你哪会来骗我？你哪会来骗我？春条啊，春条啊，啊！有妹啊，来，莫艰苦啦，你吃坐。啊，足歹势啊嘿！啊，我
即种人吼，都较土直，也无问讲你甲春潮啊是安怎，我就是讲吼，你是要来抱春潮啊查某囝，对你有较失礼歹势呢？对啦，我就甲你讲，阿梅都毋是即款的人，你就偏偏咱毋信，甲你卖钱会较芳。知啦，我就甲你讲，我就耳康紧，啊无是安那。杨梅啊，你都毋通甲见怪歹势吼。头家娘，你毋通安尼讲啦。其实我会当了解春潮啊痛苦甲委屈，无论安怎，我一定要化解阮两个人的误会。阿雄啊，你去啦，你去甲春潮苦劝一下，互因两个人的代志会当化解啦。相公，毋免啦，我家己去就好。阿妹啊，然后，你看迄杨梅吼，我看到安尼平常啊，也无讲较特色。啊，毋过你一家斗阵了后吼，就感觉伊安尼甲人无啥共款，但是倒位无共款，迄个讲无啥会出来，吼。我知啦，迄是因为无人参像伊遐尔啊戆人。不管代志是毋是伊的毋对，伊永远拢是家己承担落来。无啊，咱即马是要拄啊等人举扫帚将阿梅扫出去，惹到车本斗。哎呦，阿雄啊，你是春桥阿兄，你就去做一个公亲啦。啊，若无，伊两个搁冤起来呢。好呀，去啦。春潮，你若一直义愤不散，就是我叫你，你帮我算好无？春潮，有一件代志我想要甲你讲。从我爬回来到林家，我就一直对我阿兄真尊敬。我承认，我对我阿兄确实有一份讲袂出的感情。到底是亲情还是爱情？我家己嘛唔知。你是骗鬼，还是骗你家己啊？我无骗你，你知影无？你甲我阿兄伫我的心目中，拢是真重要的人。一个是我上亲的阿兄，一个是我上好的朋友。我当然嘛希望恁会当幸福。幸福？我一世人的幸福，早就伫我结婚迄天就结束啊！春潮，我真是无做对不起你的代志。你欺骗我就对不起我，你对无出的感情，你用来讲你无清楚，啊，毋过无出对你的感情，敢讲你毋知？你敢就抓，讲你啥物拢毋知？你毋敢信？不管你当初是存啥物心，啊，毋过这一切拢是千真万确，是你甲我送入去火去，害我要死袂转去，害我有事无当转去，害我失去着我的后生，害我失去着我的囝，这两个拢是你害，拢是你害！春潮，你冤枉我，你讲我走无要紧，也毋过你袂使无去面对你家己啊。我毋知你伫讲啥。春潮，若是分我会当互你心内较快活，你着分我。也毋过有一项代志你放袂落去，就是你的囝静文。咱平平拢是做人母的，你思念静文的心情，无人比我更较了解。静文阁遮尔细汉，伊需要你踮喺伊身躯甲伊照顾，还阁有阿母。阿母的年纪也愈来愈大。林家拢无半个人，春潮，我希望你转林家好无？只要你也要转去，阿母一定会原谅你的。哈，无可能一定接受你的，无可能接受我，你无可能接受我，无可能接受我，永远都无可能，无可能，你会这么肯定？你莫讲问啊！是安怎阿母袂原谅你？我毋是讲过，阿母做啥代志，哪需要啥物理由？春潮，你莫骗我！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是安怎阿母要叫你离开林家？是安怎伊不爱原谅你？你倒是甲我讲，哈？到底是？你根本无资格问我。你就是你讲是林家的阿母的查某囝，毋是？你早就已经毋是啊！你连皮家的新妇拢已经毋是啊！你甲我同款，拢去人赶出，拢是失败者。你又毋免阁加好心啊，去插别人闲仔事。
我先讲起，咱两个田无沟，水无流，已经无啥物关系啊！你就莫过来烦我，莫搁伫我外面头前出现啊！春潮，不管安怎，你永远拢是我上好的朋友。不管有啥物代志，只要你甲我讲一声，我就会踮伫你的身躯边。春潮，咱永远拢是上好的姊妹。春潮，还有一项代志，我想要问你。海啊，来有跟你讲啥？车袂困，心事拜托。一生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海啊，来有跟你讲啥？伊搁会讲啥？这个戆大胆，当然嘛是要找你转去。你伫苦劝我转去，其实应该转去的是你。上少，你还阁有一个翁婿等你转去，无亲像我，翁也无，嘛无厝通转去。我苦劝你一句，阿海啊是故意啦，嘛一直互你食饱饱。若是你阁有良心，你又莫亲像骗我共款，去骗阿海啊！我无骗你，我嘛无骗阿海啊。我嫁阿海啊，到今啊，我毋捌后悔过。阿梅呢？走啊！啥？走啊！啊，伊的病就还袂完全好，啊是咱无经过我的同意，你就互伊出院啦？我哪会出院啊？是家己走的啊！啊，伊人是走去倒啦？啊，就愈社的人来通知啊，讲学姐因翁来找伊，啊，学姐一听到尔，就赶紧甲因翁见面啊。哎呦，我一听到我嘛规个拢硬去啦！等我想着讲应该倒去看卖的时阵，结果你喺门口口一顿一只老妖怪，我是有够衰我。我是毋知是安那学姐要离开故乡啦，啊，即马伊好佳哉会当甲因翁见面，安尼就敢亲像乌龙之路同。小等，啊？安怎？这毋是阿梅的行李，伊的人哪有可能走啦？哎呦，学姐一听到因翁千里迢迢来这找伊，一赶紧，哪有可能会去遮物件？阿梅，老意思。学姐，你真是转来啊！啊，我无转来要去倒啦。哦，我是着准你会对恁翁转去啊，伊若无就是恁翁会陪你来看行李啊。嗯？啊，恁翁咧？你无看啦？我无拄着。啊？喂，阮万一卡无啦，因翁嘛已经转去啊。转去啊？啊，恁翁毋是专工来找你的，加等你一下是安怎哈？哦，恁这个翁哦，是无依无事啦。哎呀，这个代志哦，一定有误会啦，一时嘛解释袂清楚。唔是害我也莫讲啦。小友困一下啦。阿梅，你哦是真够无听话啦！无猜你是护士出身的，啊病还袂好，就拍走，互阮大家咧为你烦恼啦。阿叫啊，老医生，歹势啦。好啦，转来就好啊啦。嘿啦，转来就好，转来就好啦。啊，就阮阿爸爱我离婚啊，啊，你的决定咧？我当然嘛拒绝啦。我知影阮平甲真对不起阿 Q 啊。这件代志，千万都要拜托啦！
我求你，你莫安尼糟蹋阮阿乔的青春，好无？阿梅这件代志哦，我毋是咧甲你凊彩讲讲。假使你若真想要甲我上来阿梅，那安尼紧吧，咱就全莫往来啦。啊嗨，言书写好啊啦。讲这要做啥啦？是安怎？喂，啊你安尼做敢会受消过哈？趁阿梅无伫的时阵做这款代志，恁。海真正要甲我离婚了。天光不敢起床，不愿将梦拍断，梦中声声句句，问你敢有想阮？想阮恨你无分无寸，为何夜夜放阮为你袂食袂困？想阮恨你无分无寸，为何夜夜放阮为你袂食？